周六的晚上6点半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邀请在每一个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你将你身边的电视机或会影响你敬拜的东西先将它关闭或挪走，或者是到一个安静的一个空间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你，我们要一起透过敬拜，透过聆听你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得着的是生命的智慧，得着的是与主你亲密的关系，了解我们如何为主你而活。在这世上，我们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要靠主得刚强的心志，要透过与主你亲近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才得着那最好的福分。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跟敬拜，透过神你的仆人所传递的话语，让我们更多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应当走的道路。谢谢主，愿主你就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奥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晓得你有体会有多少神在你生命当中丰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在神的面前领受，让我们更多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愿主的平安，愿主的恩典，丰富的应许赐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神的恩典够你用吗？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不仅是去体会神要给我们的智慧，也让我们在无时无刻都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神的平安。当神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它不仅要给你充足的丰富的恩典，也要带给你满满的同在与祝福。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
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赐给我们是满满的生命的祝福，但是我们却忘记，神你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再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在你面前跟主说：主啊，谢谢你将那满满的恩典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再次对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心一直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谢谢主，谢谢你用最好的爱，透过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出宝血。谢谢你透过他的宝血要洁净我们的罪。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时时刻刻享受神的恩典，让我们时时为主而活，靠主而刚强壮胆。谢谢主，我们的生命为要荣耀神，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主所用。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也透过我们的奉献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丰富的赏赐。愿你能够在找到你就近的教会，将你的金钱带到教会里面奉献给主所用。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不用担心，神会透过更多的祝福来祝福你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让我们在唱的时候，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就如同这首歌一样，能够奉献的生命是全部的，是内在所有的生命献给主。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
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感谢主，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在奉献的宣告祷告里面，一起领受神满满的祝福。这时候牧师来做大桥教会的相关的讯息报告。在明天主日，我们是文字是传道奉献主日，那我们会有蔡约信传道来到我们当中请安报告。那牧师也会去到昆山教会交换讲台也期待我们大家一起为文字事工来做奉献关怀跟奉献。我们在第二季的社区音乐班我们在8月3号到9月21号，共计有7节课了那因为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呢非常好，我们在社区音乐班原则上是会期待能够一直长久做下去了那我们这一次有邀请到许淑珍老师，非常棒的老师，能够一起来作为我们传递这个音乐训练的从幼小的孩子就开始训练那也期待我们包含子安弟兄特别负责中班到2年级我们也请我们一起来为这些老师还有服侍的同工来带到。另外在8月3号礼拜六，我们晚上6点半我们会召开小会，所以我们当天的华语礼拜暂停1周请大家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知足的生活。那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晓得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感觉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啦那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看见、年龄，还有我们旁边的人的需要，包含我们自己的需要。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却表现出不见得是一个知足的人那曾经有一个故事在2013年的7月份，有一个《时代周刊》。那这《时代周刊》里面呢，有一张图片它是一对兄妹他们手上都各拿一个这个冰淇淋卷筒这个冰淇淋。那这个妹妹她就看着哥哥，然后拿着这个冰淇淋，看着哥哥的这个冰淇淋一脸很不高兴那这个图案它在呈现什么？它在呈现说，他是没得吃吗？不是，他在呈现的是他的冰淇淋跟哥哥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哥哥的比较大，他的比较小。那很多人就跟这个小妹妹一样，是不是那么成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有人比我们会赚钱，有人收入比我们多，有人比我们拥有更多的东西，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会觉得，如果是我，那该有多好。那很多时候呢，在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很爱我的家人，可是我偏偏不太喜欢我哥哥跟我妹妹。为什么？因为我哥哥比较强壮，他做事情比较有力气那每次我要出力的时候总是输他。那我总是会觉得我爸爸也是非常强壮，可是我就是瘦皮猴很瘦子没什么力气。那我看着我的妹妹呢，每次我妹妹的成绩非常好，她比我2位哥哥还要好。那我哥哥他不爱念书，可是他却有很大的力量。那我呢，我喜欢念书，可是表面上说喜欢念书，可是成绩非常的差。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国中1年级以前。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就是喜欢比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一种感觉，好像对，又好像不太对，好像很好，可是又不太好。那曾经在我们知道中国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它的经济成长非常的快速。那从过去的几百年，甚至在短短的30几年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它的 GDP 啊，我们知道 GDP 是什么东西 ？GDP 叫做国内生产毛额，它代表是国内的生产与附加价值的总和啊。好，它排名是全世界第2啊。可是他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可是呢，中国人他们的旅游人也看到很多都是大富豪了。可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不快乐，所以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过去大家都过得差不多，大家都一样贫穷，好像就比较没问题。可是只要人开始有不同的改变以后，你会发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总是容易看清什么比不上自己的人，而容易怎么样看得起那种高贵，然后又特别有才华，甚至特别有能力的人。所以我就在想，知足其实它不是一种唱高调的生命品格。我觉得知足它是一种人在拥有的时候，他的心会不会感恩以外，注意不是只有感恩的心他会有办法在有跟没有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所以我刚刚有形容，我在小时候，我觉得有人能力比我好我会觉得很不甘心，可是又没办法，我就自己就没有那个能力，书也念不好，然后也没力气做事情。可是我就在没有与有之间，我就开始去思考自己要如何去取得，我要活得快乐，那才是我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觉得知足非常的重要。那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知足的人，你如何在你与人的关系里面，甚至在生活当中，在有跟没有之间，这个属灵生命也是在知足里面的。有人他在有与主的关系跟没有与主的关系之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取得平衡。他有与主的关系好，可是当他没有办法，感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与神继续关系下去。当他的与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哇，那更糟，他根本就不晓得神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人在信仰生命里头，也在学习怎么知足知道怎么倚靠神，甚至得着帮助。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腓立比书4章10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普遍喜欢用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如果你只会看13节，你会发现我就靠着神凡事我都就是死命的，就那个难听一点就干下去了，就做下去了，不管怎么样就做了。可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马上丢起来，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不知道这段话的前面有这么大段在讲到一个知足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晓得，保罗他的生活的秘诀是因为知足他不是因为单纯靠主就什么都去做，不是那个意思甚至呢，保罗他无论是在缺乏富足的时候，他环境怎么改变都不会影响他跟主的关系。所以主基督是他生活力量的来源，对不对？靠主嘛，所以他能够知足。他感谢腓立比的人，这些教会的人的馈赠奉献，而不倚靠他们也不会贪婪保罗他的生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
提摩太前书6章6到10节讲这一句话，他说：“然而敬虔还要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怎样？知足。”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弟兄姐妹看一下，知足啊，知足够了，够了，懂了吗？要知足，我们有衣可以吃，这样就够了。第9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曾经有弟兄姐妹，他会为了要去捡拾可以捡拾的东西，可是却忘记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还有人的。他只要发现在路边看到有人的，你可不可以随便捡？说真的，现在是不行的。有些时候，如果他是刚好在他家的门口，这个东西可能要请教这个我们的金慧姐妹她最有经验，她一定知道，一定是要有人拿出来，甚至要询问清楚，不能随便拿，对不对？你认为说放在外面就是要回收，你就把它拿了，不行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用，可是你却没有经过询问，有些时候是因为贪呢，对吧？那就还可以用我就拿，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把引诱离了真道。所以什么是真道？就是什么是真理，该怎么做你就是该怎么做，而不要让你偏离了那个真道。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圣经节里面，他谈到我们要靠主，我们要靠主大大的喜乐。保罗他得到知足的秘诀是倚靠那已经复活的主在做工。所以如果你做工不是靠主，你会发现你是靠你自己，就会遇到了问题，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很难过，遇到了问题你就很受伤，你完全从上帝那边得不到帮助一样。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怎么用上帝所给你的知足的心去面对你的生命。所以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痛苦好难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好痛苦主啊主啊！你一直在那边呼求，你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上帝的智慧很简单，他是在知足当中满足里面，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一样，神的恩典是靠主而刚强的，是有能力的，因为上帝的爱总不离开你。所以如果上帝的爱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大胆的，我今日遇到困难没关系，今日事今日毕，这个问题求主帮助，好，明天我看怎么去面对它。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然后用一个开心的心情，然后想看看，如果是上帝，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帮助我？他会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去认识他？透过我能够带给他祝福。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我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是上帝与我一起去面对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了解第12节，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保罗他说他得了什么秘诀啦？什么是秘诀？秘诀在原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它是代表古希腊人他们在加入一种神秘宗教里面他们必须要付上代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你有没有学习到？你有没有学习到、经历到底一种不为人知的方法啦？你有没有学到了？如果你懂得去学到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其实来教会每次或读经、祷告，你会发现有好多秘诀。其实牧师没有看过很多课外读物，我不太常看课外读物，可是我会去看，如果是基督徒所写的，他所写的生命关系是有关一个人的能力。如何在信仰里头得着能力的，我会很喜欢。我以前牧师去找了很多那个讲话说话的好方法。我不是说课外读物不好，而是说很多课外读物
如果你想要去怎么用，你再怎么背你都背不起来，你怎么记都记不起来。我那边有很多从国中的时候，我想要好好读书，我去找了很多那个讲话的方法，有什么幽默的啦，幽默大师啊，我都用过，可是幽默不起来，因为在我的生命里头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人要从圣经里面去读到生命如何学习去经历的方法，那才是生命的秘诀。所以呢，保罗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跟饱足。好，丰富跟饱足，我们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啦，就是得着嘛。那饥饿我们也了解，与卑贱。卑贱是代表在饥饿缺乏的时候会遇到的侮辱了。好，你说哇，你做没钱，你做善家，人家侮辱你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不会啊，我没差，好，我又不怕。好，其实这没有关系。那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不管是丰富或卑贱，或者是缺乏，我们随时随在，就像保罗一样，我们都能够得着秘诀。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13节他才会说，信徒如果住在主的里面，他是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有没有靠着主加给我力量？怎么样？凡事都能做。所以我觉得13节实际上它是一个13节，它实际上是一个重点啊，最后的结果而已啊。但是这些结果你必须要看前面啊，知足啦，靠主大大的喜乐。你不用怕，不用遇到什么问题，不用担心。反正我每天我就是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就是喜乐的人，靠主喜乐的人。好，所以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同工。好，每次看到牧师都笑眯眯的，开开心心的。好，我知道并不是他没有问题，并不是他没有困难，而是他就是很开心的在面对他的生活。好，如果你难过的面对生活，跟快乐的面对生活，可都一样嘛，也是度过一天啊。那你要选择哪一个？当然快乐的嘛，因为快乐的至少我可以怎么样？至少我细胞不会坏死啊。好，至少我带给别人人家不会觉得你好像愁眉苦脸、很痛苦一样。所以很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夫。所以13节里面，他讲到一个信徒住在主的里面，乃是得着力量的，而且是长久刚强的根源。而且呢，主如果他会准许那一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增加给我们力量？会吧，因为我们是靠主的人嘛，我们是属神的人嘛。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我们是靠主的人，那上帝当然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啊。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困难了，你会不会帮助他？你知道再怎么样你都会帮助他。那上帝呢？上帝他创造我们的生命，难道他不会帮助我们吗？所以我觉得上帝他是属于做事的上帝，他不是上帝好像看不见，他好像在那边看看你底下在遭殃，不是的。上帝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那个什么会做事的上帝，而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做事情。如果上帝他会做工，他会行很多神迹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我们不靠他，上帝怎么会做事在你身上？对不对？就好像有人他想要帮助你，可是你就说我不用你帮助，我可以，那明明就很困难，你懂吗？你偏偏你就是不想要谦卑下来，愿意到神的面前，能够来跟主说：主啊，主啊，我需要你，需要你给我更多的智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做事的上帝，上帝是借着我们做事的神，上帝也是借着我们做事来负责我们，提供给我们应该要做事情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千真万确，没问题。好，所以大可以怎么样？大家可以为主做工，这样懂了吗？所以为主做工，靠主做工，都是神要我们做他儿女应该做的样式。所以我们当中有主日学老师，好，也有小组的同工，也有招待的同工。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要抱着喜乐的心，像保罗一样，靠主大大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借着我们做事的先决条件，乃是要让他先在我们身上做事情。唯有肯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事的人，才有力量为上帝做事。所以为主做工，不是你靠你自己做工，为主做工是你必须要先了解上帝，他是会做工的上帝，他是会行神迹、行恩典、施行恩典、赏赐能力的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不了解，我们要时常告诉他们神在做工。我最近在听我们的3个孩子，他们4个孩子，3个孩子，他们每次他们在预备这个父亲节跳舞啊，那个歌曲，然后唱到爸爸怎样我那小儿子他也跟着在做家爸爸很多他们的动作，我看到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是哈利路亚，这是不是哈利路亚嘛这个是什么？他们就说倚靠上帝他说倚靠上帝。我说感谢主，我们倚靠上帝会帮助我们的生命带来能力。所以当他们唱歌，我看到是小朋友的能力出来了，信心出来了，喜乐在他身上也出来了。所以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来到教会，你唱歌，牧师鼓励各位，你大可以把你的心放开，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上个礼拜天有一位新来的姐妹，那这位姐妹呢，她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坐着在敬拜的时候，她自己就站在那，她自己就站着。感谢我非常钦佩这样的信徒，是他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的眼光，他只有单单注目在上帝面前。可是如果在当下的基督徒信徒会去这样唱歌的时候再看他一直看他，通常这种人在上帝面前是不专注的，因为他并没有好好的去敬畏神。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是不是相信，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把自己倚靠在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知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钱我会高兴，没有钱我也会自在。阿们。我期待我们不是被金钱所控制，不是好的，没有那个好的金钱观是非常大的麻烦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分享到他说人最重要的不是有什么了，而是到底你是什么，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拥有什么重要呢？还是你是什么人重要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当你是一个知足的人，在你的行动力会是一个，你就拥有，你所拥有的就会是在困境当中怎么样？你会比许多人更多的体会到你的生命是由奢入俭容易注意如果你是一个知足的人，你会由奢到奢就是什么？奢华。入俭容易，由俭入奢难你就觉得很难呢，我花钱花不太下去呢，对不对？你会发现你是一个知足的人，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人为什么都不会花钱。牧师曾经过去我们在建堂期间有一位弟兄，他是社区的弟兄，当他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跟他分享，在教会也有吃便当，然后就会问他说你怎么不让自己该穿个鞋子穿个好看一点的衣服整齐的衣服甚至会鼓励他该去花钱就要去花钱。结果这位弟兄他后来真的开始花钱了，可是他花钱就尽量的去花，花到最后呢，他连工作都不想工作了，甚至最后他把他所有的钱花光，甚至最后没钱了，他到了那个活动中心，好像放弃自己，然后他的忧郁症又来了，最后他是被抓去这个养护中心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的妹妹去处理他哥哥的事情，
当时候牧师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当人来到教会，并不是要告诉他如何去看待自己生命该拥有的是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他是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知足的人，要教导他正确的生命价值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很容易焦躁、难过、悲伤，甚至找不到生命的出路。所以他会比别人更多体会到的是什么？是由奢入俭难啊，而由俭入奢容易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要时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世上的很多的东西，并不一定要拥有。你反而要去看待的是，到底你是不是一个有办法承担一个最难、最痛苦的环境。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跟我爸爸去工作，对，因为我们家是做黑手我去。那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我爸爸带着我去到一间工厂，在修理机械的时候，他们那个都是油污啊，然后那机械都一直整天的都是很大声。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啊，走去休息。我爸爸我就问我爸，我说爸，然后在哪边休息啊？他说去拿个纸，你去跟那个老板，他们旁边很多纸箱，废弃的纸箱，然后做什么？他说你把它拿来，然后放在那个大型机械那个找一个比较干的地方，然后就铺在地上就睡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躺在那里，我完全睡不着，因为好闷啊，好热啊，然后还有那个烟啊，那个机器在运作的烟啊，然后那时候可是又觉得好累啊，从早上8点多，然后去到那边开始出力，然后很累很累，可是那时候就是睡不着，因为那不是你可以接受的环境。可是到后来，我记得到我大学时期有机会再跟我爸爸去修理机械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休息了，吃完饭都会吃得很快，吃完就找地方自己就趴着就睡着了。那就是一个心境。我觉得一个懂得知足，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你已经吃完饭了，你可以休息的时候，那一些让你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你都不在乎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时常去思考。这位牧师他曾经继续在分享他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有什么不一定是什么。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东西的人，你不见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你是什么人，好过有什么，没什么也不要做有什么，装有什么，是什么就不用装有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说的话，为人处事不 OK 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你是在讲什么物件？你是在说什么啊？你这个人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我们会这样说嘛？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些话就代表是一种嘲讽，是一种数落。你到底要说什么？我们要从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透露出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上，一直在了解这个问题：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个人在你眼中，你如何定义我是什么人？不是吗？我们做牧师的去到一间教会，就是在慢慢的让所有的信徒慢慢的了解，到底你的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牧师，不是吗？那牧师也在看这些信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徒啊？可是我不会去在乎你到底拥有什么东西啊，懂了吗？但是有些人他在看牧师是看你牧师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当你的东西，你所拥有的东西，不见得是我可以接受的，我就判定你这个人是如何。所以这是大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那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如何拥有的？我觉得那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会想不开，甚至想要有什么东西，物质利益的东西，得不到的东西还要再更多，
甚至有了一大堆，但是你自己却怎么样？却变得什么都不是，有没有可能？有。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正处在这个阶段，因为他们所接触的都是新的东西，对吗？新的课业、知识、新的人，好，他拥有什么我没有，他有什么，他是什么样的？每一个人都在学习，都在看，所以我们更需要帮助他们去了解如何做一个知足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教导我的孩子也是如此。我的孩子拥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甚至他在出生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啦，没有什么苦难啦。好，但是我就在担心他们可能没办法胜任哪些事情。所以最近我在跟我的孩子讲到是如何洗碗，要洗得干净，已经不单单是洗碗，甚至我们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跟牧师长在讨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要计较。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会计较的人代表的是什么？他也不是一个会知足的，因为他会知道说他拥有的比我还多啊，可是他却没有看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要跟各位提醒，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侍奉上帝，如果你时常在想拥有什么我才来做什么，甚至没有什么我就无法做什么，那会非常的困难为主做工啊。我们要记得为主做工一定要学习像保罗今天所提醒我们的功课，要靠主怎么样？大大喜乐。意思就是说，你要靠主大大喜乐，能够经历许多生命当中所面对的困难。所以牧师期待，在我们生命里面，只要有衣有食，就当怎么样？知足，做一个有知足生命的人。所以在主里拥有生命的救恩而满足的人，今天拥有，未来你仍然拥有那永恒的生命。可是拥有财富、物质尚未得到的东西而满足的人，如果希望你还在期待我能够拥有什么东西才能够满足的人，我告诉你，你今天拥有，未来不一定会拥有的是什么？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求主赐福大家，让我们的生命学习保罗，靠主大大喜乐，甚至呢能够怎么样？来，我们再一次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还可以怎么样？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饱足、饥饿或有余、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当你有这个生命力，有这种知足的生命力，你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凡事都能做，不是都不能做，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你才可以做了，而是你知道你是一个知足的人，如何像保罗一样，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饥饿有余，缺乏随是随在。求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的心，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在许多的事上，当我们遇到困难、软弱、资源缺乏，我们屈就于唯有向其他有能力的人、有财富的人、有利益帮助的人亲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啊，你告诉我们，你不撇弃我们，你也不丢弃我们，你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因为有你而得以满足。主啊，你是赏赐得胜有余的生命的主，在我们的身体病痛、工作找不着方向时，在生命忧伤难过的时候，你都在看顾着愿意相信你的人。主啊，当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敬拜你，我们需要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去体会上帝你所赐给我们充足的恩典。愿你赐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何等的需要活水般的灵粮，这些都胜过于我们要吃什么与穿什么。愿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学习在困难当中能够如同保罗一样的生命，在软弱、受侮辱、危险、压迫、
困难的时候，我们拥有一颗愿意接受、面对喜乐的心，晓得当我们靠主走过那些喜因幽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愿你赐福我们当中的家人朋友，在环境变迁过度的时期，有许多工作变化的世代，许多的工作多么需要属灵信仰生命的勇士，是大有能力、有信心、有盼望、有忍耐、有等候的心志。在进入下一个职场工作阶段以前，愿主能够赏赐智慧的心，让我们在祷告的灵当中能够更多的感动，时常安静心来祷告，寻求神的美善心意。我们相信你要预备每一位懂得感恩知足的家人朋友，能在新的工作到来以前，他们已经做好靠主刚强应对的准备，能成为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上帝儿女。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平安。